须给了你了吧？当俺做哪讲你们你切过去，跟这开始是的，跟那做这就是说呢，俺最近俺的并且的就是那个蒙古去唱的是嘛，俺现在俺说哪讲你们你切，当俺最我也说过做个的才把送去那些过做原因，俺爹俺最近咱们现在那个俺说专辑发布会的左前，俺今年俺最近天海国际广场给跟他说呀，但罗萨不合着吧，你都你是这样啊？俺爹俺做跨年演唱会去，成绩学下，加上大人爹元旦的年岁人呀，爹呀出不些不远，俺看他做的元旦人呀，火锅啥个用不呢嘞？俺做泸定乡呢配比呢，看他或者西边火锅这边呢，或者兄弟来赚毛钱，或者你给这边呢，或者家里赚毛钱，看他我们让我家特别带进去这个，俺今天俺做电影大爷搞不好吧？没讲个老电影大概配是哪有是哪？俺做商场天海国际广场电影店是哪？俺做电影呀，或者古的毛子古来赚很多，那么就那送去西边的这样吧，我等这下。现在俺最近给跟他做呀，例如蒙古城的学下有，俺最近给一等奖的呀，或者朝东的钻石的戒指这些。俺今年二等奖的呀，或者协同他些叫的金项链这些。俺今年很多人给商场能够呀，这个等着到蒙古度手机 iPhone， 大看到对吧？咱们这蒙古月现在才把送去那些钱，俺都咱们现在那个的直播我总原因了，俺就咱们现在那个专辑我说跟他做呀，那个呀总原因现在才把送去呢，引进民去天海国际广场的配售。